今集同大家分享酒店求婚佈置，介紹嘅酒店係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。睇片之前記得訂閱同撳鐘仔，鍾意嘅話記得讚好。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位於尖沙咀嘅5星級酒店，房間空間充足，適合作為求婚佈置擺放。擁有 Smart TV 可以播放求婚影片，房間擁有大窗戶，飽覽整個維港景色之餘，夜景亦能夠增添浪漫氣氛。留意唔同房型會有唔同效果，相信喺呢度求婚可以令你有個難忘回憶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酒店房型佈置設計專業，呢度都係影求婚照嘅好地方。房間內唔同位置都係適合打卡。今次房型屬於豪華客房，房間擁有大窗戶，除咗可以欣賞景觀，仲可以作為裝飾用途，空間充裕可做更多裝飾。今次求婚套裝除咗有以40寸 Marry Me 鋁膜氣球配上鑽石戒指、心心、LOVE 鋁膜氣球，地下和天花板鋪滿玫瑰金和白色氣球，加上一條3米長花瓣引路，為求婚嘅大日子做一啲小點綴。我哋20 Balloon HK 佈置經驗豐富，提供生日、紀念日、求婚、百日宴、應援佈置、商業佈置、節日佈置等佈置服務，仲可以為你一條龍待定花束，令你哋減少佈置時間同埋煩惱。立即去我哋20 Balloon HK 官網了解其他獨家熱門求婚款式及價錢。如果煩惱緊點樣打造一場浪漫、驚喜、畢生難忘嘅求婚，歡迎聯絡我哋20 Balloon HK， 我哋為你提供免費諮詢。如果想知道其他酒店佈置或者節日攻略，記得要訂閱、撳鐘仔、讚好。我哋下次見。